呢個位置主力係喺洗盤，仲係喺出貨。一個方法就可以判斷出嚟。先打開呢天嘅分時圖，先記住一個口訣：快跌慢漲係洗盤，快漲慢跌係出貨。睇到呢度出現分時圖嘅快速下跌，然後緩慢嘅上漲，呢就係主力喺洗盤嘅過程。我哋再往後睇，當走到呢度嘅位置，我哋打開佢嘅分時圖，咁呢度就出現了快漲慢跌，快漲慢跌以及後面嘅分時圖也係一樣嘅。咁呢種現象就係主力喺出貨嘅過程。學完呢個方法後，你肯定想知點解會出現呢種跡象。其實呢，就係主力把散戶嘅心理研究嘅非常透徹嘅一個結果。當洗盤時快速嘅下跌，讓散戶更加恐慌，隨後再慢慢嘅上漲。呢時大多數嘅散戶覺得已經減少了蝕，會主動交出成本。主力順勢多拿籌碼，喺出貨陣快速嘅拉升，把走勢拉嘅很強，要漲停嘅樣。喺賣點時，讓散戶覺得呢度可能已經回調到位，可以買入。實際上呢，就係主力慢慢出貨嘅手法，你學會啦咩？